对，嘴怎么了？嘴就几听中了？不是，吃的是饼啊。常见挂邮件试卷手行囊，踏过烟雨江南，又见大漠斜阳。千山远云雾里琴声悠扬，江湖路写满了聚散无常。故人杯中酒，饮着旧时光，饮尽浮生滋味，方知岁月长。我吃饭了吗？等我吃完饭才能找你玩哦。我写在故事对自己就有总会给安排希望，思念的情绪就少。